老實講，依家啲人真係冇咩同理心。你有冇試過遇到啲唔順心嘅事，想搵個人傾下，發洩下情緒，結果人哋唔單止冇安慰你，仲反過嚟冷嘲熱諷，甚至當你笑話？呢種味道，你同我都試過。別向任何人抱怨同訴苦，否則換返嚟嘅往往唔係理解同同情，而係無視同嘲笑。呢句話講得真係串串到肉。依家個社會講求效率，講求利益，人人自危，邊度仲有咩時間聽你呻苦？大家都係為自己生活打拼，邊得閒理你啲閒情雅致？你一開口講自己幾慘，人哋心諗關我咩事啊？甚至有啲人仲會覺得你成日呻，小家氣，冇用，唔識解決問題。有時你以為自己遇到困難，朋友會伸出援手，點知換嚟嘅係冷冷淡淡一句，咁都要呻？甚至更加過分，咩啊？你咁都頂唔順？你話世道係咪咁涼薄？以前啲人會話，有咩唔開心咪搵我傾咯，而家呢句說話已經變成咗社交語言，得個講字。真心肯坐低聽你講嘢，分析你困難，幫你諗計嘅人，真係少之又少。大部分人都係聽你講完，然後轉話題，甚至聽到一半已經分心。有啲人連呢啲基本禮貌都冇，直接插嘴，你呢啲都叫問題咩？你睇下我仲慘過你啦。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慘，冇人會認真聽你呻。現實教識我哋一樣嘢，苦水要自己飲返落肚。訴苦唔係唔可以，但你要有心理準備，換嚟嘅唔一定係安慰，反而可能係二次傷害。你想放低包袱，點知人哋一句冷嘲熱諷，搞到你更加唔舒服。有啲人仲鍾意將你啲煩惱當成笑話，拎去同其他人講八卦，當你係娛樂。你諗住搵個人分擔壓力，點知變成咗人哋茶餘飯後嘅飯後話題。你仲敢再同人訴苦咩？咁樣落去，人人都變得更加封閉，唔敢再表達真實感受。依家啲人成日喺社交網絡出 post 呻下自己幾慘，想搵人共鳴，點知大部分人都只係拉一下，甚至有啲人私底下會話又嚟，成日扮可憐。你想搵人安慰，最後換嚟一堆冷漠嘅表情符號，甚至被人 block 埋。社交平台呢4隻字本身就充滿諷刺，大家都只係展示最好嘅一面，人人都係扮笑，個個都扮開心，冇人敢講真話。你一辛苦，啲人即刻覺得你負能量，仲話你影響佢哋心情。咁你話依家啲人有冇真心對待過你？好多時你以為人性本善，其實社會早已教識我哋人性本惡。你示弱，俾人知你有弱點，人哋唔係幫你，而係踩多你一腳，甚至因為你示弱，覺得你好欺負。你越係表現無助，越多機會俾人利用、恥笑。社會就係咁現實，強者生存，弱者淘汰。你辛苦，只會俾人標籤做負能量，唔識自強，甚至連朋友都疏遠你，覺得你成日拖低氛圍。講到底，世界只係對強者有禮貌，對弱者無情。咁點算好？人生咁多苦，唔通真係要啞忍？其實唔係要你變成冷血動物，而係要學識自保，唔好亂咁將自己最脆弱一面攤出嚟。唔好對任何人有過高期望，唔好以為你嘅痛苦會有人真心明白。有啲嘢自己消化，自己處理，唔好奢望人哋理解你。你越係依賴人哋，越容易失望。學識獨立，學識堅強，先至可以真真正正保護自己。當然，唔係叫你完全唔信人，世上都總有少數真心人。但你要識得分辨，唔好對所有人都盡訴心底話。真心朋友係值得你信任，但大部分人都只係普通朋友或者泛泛之交。講真心話之前，諗清楚對方係咪你可以依賴嘅人，係咪會保守你嘅秘密，尊重你感受嘅人。所以做人要低調，心事自藏。
唔好輕易將自己內心最脆弱嘅一面攤出嚟，唔好以為世界會俾你同情。現實係殘酷嘅，唔係你想點就點。人生路難行，唔好諗住會有人扶你一把，拍一拍自己膊頭，自己行多一步。你經歷過嘅苦難，唔使同全世界講嘅，呢啲經歷係會變成你嘅盔甲，保護你行更遠嘅路。同時，你可以用自己嘅經歷睇清楚身邊咩人值得你信任，咩人只係過客。唔好再亂咁辛苦，唔好再亂咁付出信任。學識靜靜地強大，低調地前行。如果你喜歡呢段視頻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